国选总统相关的新闻，等一下继续来报道。先来看咱的国军进前甲美国购买的新型 M1A2 的这个战车，国防部今仔日伫立法院证实，将年底开始来接种。其他的重要装备 M1， 对啊 ，M1 人家上火车都被拍到了。是 M1A2 第一批会到，也是在年底之前。对。那这一些接装的准备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。训场呢？也都关心坑子口、长安营区。包围这些我们都准备好了。希望了哈，我知道有一些硬体其实还没有做完呢。是。除了这个地表上强的战车总算会来到台湾，国防部嘛表示讲，相关的训练场甲人员拢已经准备好势。进前伫美国品管出问题的拖式的飞弹，嘛确定年底会运到台湾，充实着咱的陆军的战力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